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我哋嘅暑假第一集三亞。估都估唔到飛機居然晚點3個鐘，到酒店嗰陣時已經凌晨啦，打亂晒我啲計劃。哇！呢個咦？有獅子送啊！芊芊，哇！送咗個獅子仔喎，好得意啊！睇下，仲送咗一個包包。好痛，好臭啊！呢個藥咁啊！邊個叫你生濕疹？生濕疹就要搽藥噶嘛。我掛住家姐啊！你掛住家姐，咁你同家姐瞓好唔好？係。嗨，早晨啊喂，咁多位，我哋而家準備落去食早餐，跟住一齊去睇下三亞嘅海邊究竟有幾靚。你而家買微膠味嘅奶茶，聽講佢呢度嘅奶茶好出名。我哋食完早餐之後，返酒店瞓咗一覺，因為實在太攰啦，跟住就換衫，準備去海邊。你睇下同芊芊全副武裝，長袖長褲，唔驚曬黑啦。走啦，我唔玩。媽媽喺沙灘上係要幫你影相啊？好啊，你幫我影相好唔好啊？得唔得先？而家下晝4點半，終於夠膽出去沙灘啦！又有？喂，老闆，快啲啊！睇下三亞嘅海係咪真係玻璃海嘅先？一天到想起了下個令，已經約好在操場等你。夏天真的是悶得可以，帶你去吃草莓冰淇淋。如果你有一點壞心情，我為你帶小朋友舞曲，聽到這首輕鬆的旋律，好像吃了夾心巧克力。當我偷偷看你，當我偷偷地想着你，想些深奧的問題。我們的愛情是丘比特安排的遊戲，還是月下老人他傻傻分不清？你說靠在我的肩膀有心電感應。愛情是丘比特安排的遊戲，還是月下老人他傻傻分不清？你說靠在我的肩膀有心電感應。推薦俾你哋一間超級好食嘅清補涼，就係呢一間品質老海南清補涼，嗰啲芒果又甜又大嚿，超正。冇食，西瓜冇食，甜甜嘅攞落嚟喎，唔使你放門口喎，有醫收。睇緊咩？哇，香蕉喎！好唔好食？佢入邊就有提子、西瓜、菠蘿、哈密瓜、火龍果、芒果，好多種水果。